这期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历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土伯特华语新闻节目。本期的新闻要点有：司政边巴次人展开德美访问，呼吁国际社会共同应对威权主义挑战；藏历行政中央多部门完成高层人事调整与职务交接；达赖喇嘛尊者及司政边巴次人悼念罗伯特·瑟曼教授逝世。每周回顾90华诞及慈悲年庆祝活动，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次人于上周四6月11号展开了对德国及美国的访问行程。访问期间，司政先后出席国际论坛，会晤多国政要、国会议员及政策制定者，就土伯特局势、达赖喇嘛尊者转世议题、人权与宗教自由等重要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持续推动国际社会对土伯特议题的关注与支持。6月11号至15号，司政边巴次人访问了德国柏林和法兰克福，先后会晤德国联邦议会议员、外交部官员及长期支持土伯特自由事业的各界人士，介绍了当前土伯特境内的人权、宗教自由、语言文化及生态环境现状，并就达赖喇嘛尊者的健康状况与转世议题交换意见。司政重申，达赖喇嘛转世的认定权完全属于尊者本人及藏传佛教传统，中国政府无权干涉。在访德期间，司政出席了第3届国际维吾尔论坛，并在题为“试探全球红线：东突厥斯坦、土伯特与台湾”的高级别专题讨论会上发表讲话，呼吁土伯特人、维吾尔人、南蒙古人、香港人、台湾人及各民主力量加强合作，共同捍卫人权、宗教自由与民主价值，携手应对日益扩张的威权主义挑战。司政还出席了德国土伯特倡议组织第37届年度大会，重申藏人行政中央坚持中间道路政策，通过对话在中国宪法框架内争取名副其实的自治。他同时呼吁国际社会持续关注土伯特人权、宗教自由、文化存续以及青藏高原生态环境保护等议题。在法兰克福举行的策略午餐会上，司政与多位长期支持土伯特自由事业的德国政界人士及友人，就达赖喇嘛转世、国际局势发展以及未来涉藏倡议合作等议题深入交换意见，并感谢德国各界长期以来对土伯特人民的坚定支持。结束德国访问后，司政边巴次人于当地时间6月17号抵达美国首都华盛顿，展开第2任期内首次正式访美行程。访问期间，司政先后会晤了美国国会议员办公室代表、政策倡导机构及媒体界人士，就推动涉藏立法、深化国际支持网络以及加强倡导合作等议题进行了交流。此外，司政还听取了驻北美办事处、国际声援土伯特运动以及自由亚洲电台和美国之音藏语部的工作简报，了解当前土伯特倡导工作的进展及藏语媒体运作情况，并强调确保自由信息持续传入土伯特的重要性。另外，随着第17届噶夏完成组建，藏人行政中央多个部门及直属机构于本周陆续完成了新任人事调整与职务交接。教育部、宗教与文化部以及土伯特政策研究中心先后举行了交接仪式，新任主管正式履新，相关工作也在平稳有序的交接过程中持续推进。本周二6月16号，原外交与新闻部秘书长噶玛去因正式接任藏人行政中央教育部秘书长，与现任秘书长吉美郎杰完成职责交接。教育部全体职员向2名秘书长敬献哈塔，感谢吉美郎杰的服务贡献，并祝愿噶玛去因履新顺利。6月17号，原外交与新闻部助理秘书长丹增列歇正式出任土伯特政策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在交接仪式上，
卸任执行主任噶玛曲营完成相关文件与资产移交。研究中心全体员工向新旧两位主任进行哈达，表达敬意与祝福。而6月18号，原教育部秘书长吉美囊杰正式履新，出任藏人行政中央宗教与文化部秘书长，并卸任秘书长顿顿多杰完成职务交接。在交接仪式后，新旧两任秘书长共同拜会宗教与文化部部长塞加曲杰丹尼，就部门未来工作交换意见。此外，土伯特精神领袖第14世达赖喇嘛尊者与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次仁于本周三6月17号分别致函，对美国著名佛教学者、藏传佛教研究先驱及土伯特人民长期友人罗伯特·瑟曼教授辞世表达深切哀悼，并向其家属致以诚挚慰问。达赖喇嘛尊者在调研函中深情追忆双方逾60载的深厚情谊，高度赞扬瑟曼教授对藏传佛教研究与弘扬所做出的卓越贡献，以及他毕生致力于向世界传播土伯特文化与智慧的努力。尊者同时肯定他长期以来对土伯特人民的坚定支持，并为逝者祈福，祝愿家属获得慰藉与力量。而司政边巴次仁则代表藏人行政中央及全体藏人向逝者家属及瑟曼家属致哀，并表示瑟曼教授是西方世界最具影响力的藏传佛教推广者之一，也是土伯特事业坚定不移的支持者。他通过著作、演讲和公共倡议，增进国际社会对土伯特议题的理解与支持，其精神遗产将持续激励后世。罗伯特·瑟曼教授因开创性的推动藏传佛教研究进入西方学术机构而广受赞誉。他曾担任哥伦比亚大学印藏佛学研究教授，并协助创立位于纽约的美国土伯特之家和孟拉进修中心。为表彰他卓越贡献，印度政府于2020年授予他第4级公民荣誉奖莲花式勋章。请继续收看本期节目的最后一则消息。为庆祝土伯特精神领袖第14世达赖喇嘛尊者9世华诞而展开的慈悲年系列庆祝活动，于本周持续在印度各地举行。位于哈巴特布尔藏人社区的9世华诞组委会于近日在当地汽车站举办大型免费供餐与饮品发放活动，并热情接待前往朝圣圣地4圣地朝圣路线的朝圣者。在达仁萨拉宁多林特殊教育机构约于诺布林卡学院周边的地区，向当地贫困居民免费发放生活必需品。而印度东北部丹增港藏人定居点与当地9世华诞组委会则为边境道路组织工人、游客及往返古瓦哈提与达汪之间的游客提供午餐及饮品。而位于印度中部奥迪萨邦的平措林藏人定居点与举办食品发放活动，向周边6个印度村庄共130户贫困家庭提供援助。另外，印度北部的达尔豪西9世华诞组委会则于6月5号世界环境日举办环境清洁活动，清理范围从当地甘地广场延伸至萨达尔集市，并特别对沿途佛教雕塑进行了维护和清洁。此外，他们还在当地梅查拉水坝展开放生活动，共放生650尾鱼类及125只鸽子，以此弘扬达赖喇嘛尊者倡导的慈悲与护生精神。观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欲了解更多有关土伯特境内外的最新讯息，欢迎登录屏幕下方的网址。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